世人獨異，只識節卦教人節流省用，守分寸，知進退，卻少有人分得清安節、金節與苦節天淵之別。大半花甲之年長者，錯把一味掏空自身，全盤交出積蓄，當作守節自保，到頭來落得手停口停，遇事身無分文，捶胸頓足，亦無人搭救。這便是死守苦節，背逆卦理，純屬自尋死路。水澤節對下坎上，澤傳水方有緣，提限水方不易。世間財帛便是流水，自身養老積蓄就是護命提案。提案盡數拆去，流水盡數交予後人。一旦風浪驟起，洪水漫頂，連半分緩衝餘地都冇。此乃九二游不出門庭之空象，困守一己如烤，不懂留一線，自保餘地，終要吞盡苦果。香港地勢，物價高，人人一世係食捱世。由20幾歲出社會工作，日日朝9晚11，返工搭車擠港鐵，午市落街食，茶餐廳廉價快餐，凍檸茶走冰，多油多豉油先夠抵肚。夜晚收工返屋企，仲要湊細路輔導功課，打理屋企雜務，捱完細路讀書升學，又要幫手湊孫仔孫女，供層私樓動輒30-40年，每個月供樓金壓得背脊都彎，好不容易捱到60歲，正式退下崗位，每月有一筆穩定退休金落銀行戶口，本係上天賜下，晚年護身本錢，偏偏好多老人家被仔女幾句軟言哄騙，又被世俗養兒防老嘅老奉觀念捆實頭腦，一心以為將全數退休金上交仔女，便是盡父母本分，便是做人有節制，唔貪自身半分着數，完全曲解節卦本意，分不清節制同掏空，根本係兩碼事。節制係量入為出，預先預留後路。掏空係斷自己生路，一味無底線遷就後人，兩者差之毫厘。晚年境遇卻謬以千里，稍有風浪即刻顯露出當初計到盡嘅愚昧。好多屋村街坊老友年過60，閒來無事去公園聽江湖，講易佬講卦，睇完幾本印刷粗糙嘅簡易易經小冊子，單單聽到節卦二字，教人節儉慳錢，便一頭栽入死胡同，認定老人家唔使大錢，衣食住行自有仔女照應，退休金留喺自己手只會亂使，被身邊親朋借走收唔返，甚至俾陌生人恰，索性每月一到出糧日，銀行轉賬一落，即刻轉晒全數退休金入仔女戶口，一分一毫都唔留，連幾百蚊生果金、交通津貼都一併交埋，心底仲沾沾自喜，逢人就講自己夠孤寒、夠識守節，唔似其他老友偷偷儲私房錢，私心太重，對仔女唔公平。佢哋唔識節卦卦辭，開宗明義，節亨苦節不可精，適度節制，留有餘地，方得亨通順遂。過分苛待自身，榨權所有積蓄嘅苦節，絕對唔可以長久堅守。一旦執着苦節，凡事盡讓盡交盡掏空，必然迎來空兆。上六游明言：苦節精空悔忘，長期壓榨自己，不留半分周轉本錢。一旦遇上急難之時，心中悔意滔天，卻半點補救辦法都冇。呢句游詞簡直係為香港一眾全盤上交退休金嘅60歲長者量身而寫。茶餐廳卡位、屋村公園、石凳、街市休息區，日日都有同類故事上演。個個當初都自認守節識大體，無私無我，出事之後先至驚醒自己做人計到盡，到頭來淨係得自己受罪。過往幾十年對仔女嘅付出，未必換得半分真心記掛，出事之時仲要被諸多挑剔，吹脹都冇辦法。先講香港人一世喺食嘅底層邏輯，本地從來唔似外地
有完善兜底保障，手停就即刻口停。後生仔有體力、有選擇、有公開、有體力捱，就算一時蝕底，投資輸錢都仲有翻身機會，大不了轉工做多份兼職捱過去。可一旦踏足60歲，周身骨骼勞損，內臟機能逐年衰退，想份散工補貼零用都冇，老闆肯請，街市保安、茶餐廳洗碗、超市理貨、樓盤清潔，但凡需要站立半日，體力消耗大嘅基層散工，僱主見到60歲以上長者，多數推三阻四，驚你中途跌親，驚你突發患病要公司負責，仲要規避勞工保險額外開支，變相將花甲長者拒諸門外。換言之，60歲之後每月到帳嘅退休金就係唯一經濟命脈，係日後睇醫生、買藥、搭車、維修屋企、應付一切突發急事嘅唯一依靠，將整條命脈雙手奉上，等於親手拆走自家戶命題。水澤節嘅帳理完全拋諸腦後，卦象之中，澤對應自身晚年，水係每月穩定到帳嘅退休金，提拔就係自己預先預留嘅3份應急私房錢。3份錢唔係貪心，唔係對仔女暗藏私心，而係節卦古聖人教落嘅緩衝自保制度。第一份係突發病痛醫藥錢，專門應對急症、住院、長期慢性病藥費。第二份係屋企維修、水電大額開支，添置長者輔助器具應急錢。第三份係突發人情、意外小額急事周轉錢。3份錢唔需要一次性取大額，只需要每月出糧之後抽少少分開積存，日積月累就係救命本錢。正係64爻安節亨講嘅處世正道，有底線有儲備，凡事留緩衝，晚年先至順順利利，唔會遇事慌失失手足無措。反觀而家為數不少嘅60歲長者，完全顛倒輕重次序，將仔女小家庭嘅需求擺喺最前，自己嘅安危、病痛、日常周轉擺喺最後。仔女隨口幾句說話，輕易就動搖佢哋嘅判斷。仔女要換新車，私樓加按上車，湊孫請外傭，同人合夥投資做生意，細路要報昂貴國際學校，月供壓力頂唔順。隨口同父母講一句：阿爸阿媽，你哋而家唔使點使錢，退休金交我哋幫你打理，幫你做定期儲蓄，唔會亂使，仲可以投資賺多啲利息，好過放活期。銀行日日貶值，唔使你哋勞心記帳，一舉兩得。老人家一聽即刻心軟，仲覺得仔女識諗，識為成個屋企打算，唔使自己日日睇銀行帳單煩，仲以為執到天大着數。完全唔識看穿仔女心底入面嘅小算盤。好多後生仔女見父母退休金月月穩定到帳，自己小家庭每月開支壓到透唔過氣，巴不得將父母每月款項全數接手，減輕自身月供養細路嘅負擔。講到底係將父母當作長期免費提款機，事前唔會深思父母日後突發急事點算，甚至心底默認父母有病有痛，到時自有辦法臨時湊錢，卻唔會提前為父母預留任何周轉資金。老人家一味盲目信親情，信流傳幾百年嘅老鳳父子母女情分，錯信血脈親情可以抵過銀紙應急嘅冰冷現實。等到禍事臨門，先至發現親情在錢銀壓力面前不堪一擊。自己當初全盤上交退休金嘅決定係畢生最大、最無法挽回嘅失誤。就算日日後悔，都唔能夠扭轉當下總逼局面。屋邨公共屋邨入面有位陳伯，今年62，退休整整2年，每月政府退休金13000幾百蚊，連同幾百蚊交通津貼，一出糧銀行轉帳落戶口，當日即刻全數轉俾個仔，一分一毫都唔留，
連每年派嘅生果金都一併交埋。佢平日同太太住舊式公屋，單位細細，廚房浴室狹小，每日落街買菜，只敢揀黃昏時段嘅平價殘菜，爛菜葉切走照煮，豬肉半磅分2日分餐食用，凍肉比新鮮肉平幾蚊就專揀凍貨，身上衫褲着足10年，唔捨得換，有小病小痛就死死挨住，唔敢去私家診所睇醫生，公立門診排期動輒2-3個月，痛到瞓唔着，都只敢去藥房買平價成藥頂一陣，仲日日同公園一班老友講自己恪守節掛，唔貪私財，對仔女無私奉獻，係世間守節嘅好榜樣。佢心底根深蒂固，認定老人家唔需要私房錢，有仔女供養，唔使自己儲錢傍身。旁人同佢講起3份應急錢嘅諗法，佢聽都唔想聽半句，仲當眾反駁，話儲私房錢就係私心太重，時時防住仔女，唔係光明正大嘅正人君子所為。身邊好心街坊勸佢每月留2-3千落自己活期戶口做應急，佢反而當眾駁嘴，指責旁人挑撥佢哋父子關係，太過計較小錢小利，做人唔夠大方豁達，完全聽唔入半句善意勸告，一味死守自己片面解讀嘅節掛道理。旁人見佢油鹽不進，久而久之亦唔再多費唇舌勸誡，只係心底暗暗替佢日後擔憂，怕佢遲早要因為呢份固執吃苦頭。舊年深秋凌晨2點幾，陳伯太太半夜突發心絞痛，心口劇痛到喘唔到氣，面青口唇白，手腳凍到僵硬，要即刻送急症室搶救。醫生一接診就講明要做全套心臟檢查，留院24小時觀察，前期入院按金要8000蚊。陳伯慌慌張張翻遍屋企所有抽屉，銀包、餅乾罐、舊衫3袋，東拼西湊，淨係到300幾蚊散紙，連1000蚊都湊唔出，當場急到滿頭大汗，即刻撥通個仔電話，急速叫仔女即刻轉8000蚊過嚟急症室埋單。點知個仔當日同老婆搭高鐵去內地大灣區旅遊，身處郊外度假區，手機信號斷斷續續，電話聽唔清，信息延遲嚴重，足足隔咗3個鐘先至復電話，語氣仲滿唔情願，話而家身處外地，身上現金唔多，網上大額轉賬要等銀行審核半日先至到賬，仲隨口抱怨阿爸阿媽平日唔識節制身體，無端端出事使大錢，無端打亂自己出遊計劃。陳伯企喺急症室冰冷走廊，眼白白睇住太太癱坐喺病床度不停喘氣，心口痛楚無法緩解，自己袋入面冇半分周轉銀紙，唯有低聲下氣求急症室醫生寬限半日先交按金，面紅耳赤，旁人目光望過嚟，羞愧到抬唔起頭，心入面驚到全身發蹄騰，手腳震到唔識喐，心口同太太一樣窒住，那種孤立無援嘅深度焦慮，唔係日日有積蓄傍身嘅普通人可以體會分毫。等到個仔審核完成，轉賬8000蚊過嚟，已經耽誤大半日最佳檢查時機。醫生事後話，如果一早有按金，即刻安排檢測，唔使挨幾個鐘劇痛。太太事後休養成足足1個月，先至勉強復原，日日要食昂貴心臟調理藥。陳伯待太太情況穩定，返到公屋大廳，獨自坐喺舊梳化發呆大半晚。屋內靜得只聽到冷氣機微弱運轉聲。呢個時候佢先至徹底醒悟，自己從頭到尾錯讀節掛，將害人嘅苦節當作修身安身嘅安節，一味掏空自己討好仔女，到頭來遇事寸步難行，半分依靠都冇。佢當初天真，以為全數上交退休金就係節儉守禮、踐行節掛提倡嘅德行，
殊不知節卦所講嘅節制係約束自身多於揮霍慾望，唔係約束自己，唔留半分自保本錢。節制係陰陽平衡之道，唔係單方面犧牲自身成全後人。卦象之中，澤水必須有堤壩阻隔，先至唔會枯竭，唔會氾濫。人嘅積蓄就係守護晚年嘅堤壩，三份應急私房錢就係堤壩核心承重骨架，完全拆走堤壩，等於自斷後路，正正對應九二爻不出門庭，空困守自己一手營造嘅愚孝牢籠，唔識預留出門周轉應對險難嘅本錢，災禍一到，進退兩難，全無化解緩衝辦法，只能獨自承受無盡煎熬。香港18區遍地都係同類傷心個案，唔單止陳伯一個，60歲退休長者10個入面有3、4個都義無反顧，選擇將退休金全數交仔女全權管理，分毫唔留任何應急私房錢。佢哋根深蒂固嘅思想通病係流傳百年嘅傳統老鳳觀念，牢牢捆綁，心底認定父母就應該為仔女付出到底，由細湊到大，到老仲要傾盡積蓄，唔可以為自己留半分後路。一旦偷偷留私房錢，就代表內心不信任仔女，日後百年歸老，所有銀紙歸根到底都係留俾仔女，不如早早全數交出，省去自己日日記帳管理存款嘅麻煩，仲可以博仔女多幾分表面孝心，逢年過節多啲上門問候，多啲禮物。呢種睇落無私奉獻嘅諗法，實則係對易經節卦一知半解，斷章取義，只睇到表面節字，等同於慳錢，盡量唔使錢，卻刻意忽略卦象坎在上對在下嘅深層含義。坎卦代表險難、病痛、意外、破財，兌卦代表自身安樂、日常起居。晚年潛藏嘅各類險難永遠唔會消失。60歲之後，身體機能逐年斷崖式衰退，血管、關節、心、肺、內臟日日損耗，隨時有突發急病，屋企設施損毀，親友突發喪事，需要銀紙周轉。呢啲坎卦象徵嘅風險，唔會因為你將退休金全數交俾仔女就自動消散，反而會因為你手無分文，毫無周轉能力，將風險放大100倍、1000倍，令自己瞬間陷入進退維谷、求助無門嘅絕境。再細細拆解3份應急私房錢背後完整卦理依據，呢3份分開存放嘅儲備，正係節卦全文反覆強調嘅制度意志具象體現。上古聖人講節以制度，凡事設立規矩，預留緩衝空間，人生先至唔會一朝崩盤。第一份私房錢對應坎卦病痛之險，專門流傳醫藥、門診、住院、按金、長期特效藥開支。人到60，就算平日日日行山、做運動保養、身壯力健，都難保有一日突發急病入院，急症室搶救、專科深度檢查、手術前期按金、術後復健用品，樣樣都要即時現金埋單，唔可以等仔女抽空處理完手頭事務再慢慢轉賬。萬一仔女返工、開緊大會、出埠公幹、帶細女外遊，手機冇電，聯繫唔上，自己袋入面有現成儲備，先至唔會好似陳伯一樣企喺醫院走廊束手無策，眼睜睜睇住至親承受病痛煎熬。第2份私房錢對應屋居日常潛藏之險，舊式公屋、唐樓年年容易出現水管爆裂、冷氣機壓縮機故障、電路短路漏電、窗台外牆滲水、廁所淤塞。維修師傅上門開工前即時要俾訂金、材料錢，單次維修動輒幾千蚊，仲有每年到期差餉、冬季大額水電帳單。行動不便之後需要添置嘅輪椅、助行器、吸氧機、防滑沐浴設備，呢啲大額突發開支唔可以次次臨時開口問仔女索取，
每一次開口，次次都要看人面色。仔女當日心情好就爽快轉錢，心情差手頭周轉緊就諸多埋怨，喋喋不休，數落老人家日常唔識保養屋企，無端整壞設施，浪費金錢，自己預留一筆維修應急錢，有事即時處理，唔使看人面色，守住晚年僅剩嘅做人體面。第三份私房錢對應人情意外之險，至親老友突發重病探望，長輩離世需要撥金，出街路上跌親擦傷，財物被盜，小型交通意外需要小額現金周轉，呢啲突發瑣事，單筆金額唔一定巨大，但講求即時可用。古人講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何況年過60，手腳無力，昔日人脈大半，淡出社會嘅長者，袋入面穩穩當當有呢筆小額儲備，遇事唔使即刻低頭向仔女求助，唔會陷入坐立難安、萬分焦慮嘅精神折磨，唔使日日夜晚瞓唔着，日日擔心銀紙缺口點樣填補。三份應急私房錢從來唔需要巨額積蓄，唔係叫老人家偷偷儲幾十萬私藏享樂，只係每月退休金到帳之後，第一時間先抽出固定金額，分開3張銀行卡、3個儲蓄保存放，唔需要刻意同仔女隱瞞，亦唔使主動全盤交代，只係守住自身保命底線。呢種做法絕對唔係孤寒，唔係時時防住仔女，更加唔係想私藏銀紙四處旅遊買奢侈品揮霍，只係真正讀懂節掛平衡中庸之道，明白苦節絕對唔可以長久堅守，一味掏空自身嘅無止境付出，永遠唔會換來仔女長久感恩，久而久之反而會養成仔女長期依賴，完全唔識體恤父母晚年難處嘅扭曲心態。日子一來，仔女會默認父母唔需要額外使錢，父母所有每月穩定收入理應全數歸自己小家庭所有。一旦父母偶然開口要錢應急，反而會覺得父母索取過多，唔識體諒後生日日乞食嘅巨大壓力，直接將父母視作拖累。昔日幾十年全盤上交退休金嘅無私付出，瞬間化為烏有，連半分珍貴親情分都留唔低，到頭來只落得心寒收場。好多後生仔女自細由父母捱盡辛酸湊大，供書教學、補習升學、買衫買食，樣樣悉心照料。等到父母捱到60歲退休，有穩定每月退休金落帳，便理所當然全盤接手全部款項，心底單方面認定父母辛苦大半世，而家自己要養細路、供樓，應付持續攀升嘅通脹，生活壓力遠遠大於已經退休嘅長者。父母退休金理應全數補貼自己小家庭，完全唔會站喺60歲長者角度深度思考晚年處境。60歲之後體力衰退，徹底斷絕額外食渠道，一旦失去退休金支配權，等同失去所有自保緩衝能力。反觀後生仔女日日反工讀食，每年有加薪、年終花紅、加班津貼、副業兼職、多重額外收入，收入永遠有上升空間。就算一時手頭緊，仲有大把渠道臨時周轉，兩者經濟抗壓能力天差地別。後生仔女將父母全數退休金接管，等於親手鎖死父母唯一收入渠道。一旦突發急事，父母急需銀紙，所有壓力即刻反彈返自己身上。偏偏絕大多數後生事前唔會深思呢層長遠風險，只顧眼前減輕自身每月經濟負擔，等到父母出事要大額銀紙應急，先至反過來埋怨父母平日唔識儲錢，將所有責任全部推返長者身上，完全唔記得當初係自己花盡口舌哄騙父母交出全數退休金。呢種本末倒置嘅心態係好多晚年親子矛盾爆發嘅根源。坊間無數長者
從小被養兒防老嘅老鳳思維深度洗腦，認定自己晚年依靠仔女係天經地義、天公地道嘅事，將退休金全盤交出，當作換取安穩養老保障嘅籌碼。呢種諗法本身就徹底違背節掛避險核心要義。坎卦主險代表人心變幻莫測，親情亦會隨銀紙壓力，生活瑣碎慢慢生出隔閡，絕對唔可以將自身晚年安危完全寄託喺他人身上，哪怕係血脈相連嘅親生仔女。人心難測，今日和和氣氣，噓寒問暖，明日可能因為一筆大額開支生出嫌隙。仔女成家立室之後，有自己配偶、細路，獨立小家庭，利益重心自然時時刻刻偏向自己小家，父母嘅各類需求永遠自動排在後面。一旦遇上自家經濟緊張，第一筆主動削減嘅日常開支，永遠係父母相關開銷。呢個唔係憑空捏造嘅負面揣測，係香港無數基層項食家庭日復一日上演嘅真實戲碼。屋邨、茶餐廳、長者中心，日日都有長者哭訴，同類委屈，字字句句都係血淚教訓。新界舊唐樓入面獨居一位李婆婆，65歲，丈夫10幾年前因病離世，佢獨自一人咬緊牙關湊大一對仔女，捱盡無數辛酸。退休之後，每月政府退休金加高齡生果金合共1萬蚊。每月一到賬1分不留，全部轉俾個女全權打理。個女當初同佢講，自己識做銀行定期大額存款，長期存放利息比活期高出幾倍，仲可以全權幫佢管理所有日常零碎開支，唔使阿婆自己勞心費神記賬。李婆婆為人單純心軟，完全信以為真，整整3年來分毫唔留。平日落街買菜，只敢揀街市收攤嘅特價殘菜，菜葉發黃，水果軟爛先至平幾蚊。少少感冒、喉嚨痛就死死捱住，唔去診所，自行去藥房買最平嘅散裝成藥頂一陣。眼鏡鏡框爛咗2條裂痕，都唔捨得更換，仲日日同街坊老友炫耀自己識守節，唔藏半分私房錢，對仔女毫無保留，係世間難得嘅無私父母。前年秋冬時節，李婆婆落街摸唔小心踩滑樓梯，整傷腰椎，軟組織嚴重挫傷，腰部無力，無法站立，需要請鐘點工人上門照顧起居。2個月鐘點工每月4000蚊，2個月合計8000蚊。李婆婆即刻打電話俾個女，叫佢從自己名下定期存款度轉出8000蚊應急。點知個女即刻諸多推搪，話定期存款未到期，提前強行取出，要蝕一大筆合約利息，白白損失幾千蚊收益，仲不停抱怨阿婆唔小心整傷自己，無端增加額外開支，打亂自家月度財務計劃，仲話自己個仔當月要報昂貴英文興趣班，私樓月供到期，屋企流動資金嚴重不足，暫時唔可以轉出大額款項，只肯分每月轉1000蚊俾阿婆，僅夠請半日鐘點工，其餘煮飯、沖涼、打掃、搬寵物嘅家務，全部要阿婆強忍腰痛，自己捱住完成。李婆婆獨自居住，無任何人搭手，腰部劇痛，行動不便，煮飯抬唔起鑊，沖涼站唔穩，屋企垃圾無力清理，日日坐喺冰冷舊屋企默默流淚，袋入面淨係得幾百蚊零碎零用，連舒緩腰痛嘅外用止痛藥膏都唔夠錢買。佢想向相交幾十年老友臨時周轉幾千蚊，又驚俾個女知道之後指責自己唔信任佢，暗中藏心事，進退兩難，日日焦慮到通宵失眠，血壓持續飆升，定期覆診數值一路走高，醫生多次警告，再長期情緒壓抑、焦慮、失眠，好容易誘發中風癱瘓，
呢啲足以摧毀晚年生活嘅苦果，全部源於當初全盤上交退休金，唔肯預留3份應急私房錢，錯賬傷身傷神嘅苦節，當作修身德行，完全曲解易經節卦講求嘅節度平衡本意。節卦清晰區分3種截然不同嘅守節境界。六四安節係中庸正道，懂得適度節制日常多餘開支，唔揮霍唔透支消費，同時主動預留充足自保儲備，絕對唔掏空自身所有積蓄。九五金節係上乘理想境界，自身有穩定應急儲備打底，有餘力先適度接濟仔女小家庭，所有付出都係心甘情願，唔係單方面壓榨犧牲自己，有多餘資源先幫扶後人，唔會掏空自身應急本錢換取親情。唯獨上六苦節係下下空賬，凡事盡讓盡交，無止境自我犧牲，強行壓抑自身所有正常需求，不留半分周轉緩衝餘地。表面睇落節儉無私，實則親手將自己困入絕境。一旦險難降臨，即刻悔不當初，卦象直言苦節精凶。長期堅守呢種極端自我苛待嘅節制方式，必然招來各類災禍，晚年只剩無盡悔恨。而家好多60歲長者，偏偏揀選最兇險嘅苦節之路，主動放棄安節金節嘅中庸生存智慧，錯誤認定越苛待自己，越顯得自己識大體、守規矩、品德高尚，完全唔明白易經教人守節嘅最終目的係令自身安穩，避開人生各類潛藏風險，唔係叫人犧牲所有自保能力，只為換取後人一時嘅虛假歡心。再落到香港本地真實生活處境，同外地福利體系完全唔同。本港私家醫療開支高昂嚇人，公立醫院專科輪候動輒半年1年，一旦突發重症，想轉私家醫院即時診治，免除漫長輪候煎熬，需要大額現金按金，唔可以等仔女慢慢湊錢，慢慢走轉賬流程。舊式唐樓公屋常年需要維修，長者專用輪椅、助行扶手、吸氧機、防滑床欄等輔助器具，全部要即時現金購買。就算唔係大病大災，單單係突發牙痛、根管治療、眼科白內障手術、慢性病長期特效藥，每月都要額外固定開銷。若果退休金全數交俾仔女管理，每次需要銀紙都要低聲下氣，主動開口，每一筆使錢都要詳細解釋緣由，出示單據。遇上仔女當日手頭緊張，心情唔耐煩，仲要被數落唔識慳，無端亂使錢。老人家一把年紀捱足幾十年筵食，本該60歲退休安享晚年，卻要為區區幾千蚊醫藥費、維修款看人面色，徹底喪失做人謹性嘅體面尊嚴。呢種日夜纏繞心頭嘅委屈壓抑，全部係當初執意不留私房錢埋下嘅長遠禍根，日積月累，情緒鬱結，傷身折壽。好多長者事後仲會固執反駁，話自己仔女天生孝順，心地善良，唔會唔肯賺錢應急，根本唔需要自己儲3份應急錢傍身。呢種諗法太過理想化，完全忽略後生自身難以負荷嘅現實生活壓力。香港樓價長期高企不下，普通打工後生每月私樓月供動輒1萬幾萬，細路學費、課外補習、奶粉尿布、外傭薪酬、日常家用各項開銷壓得人喘唔過氣。每月人工到手，大半盡數用於小家庭固定開支，活期存款寥寥無幾。就算心底有心孝順父母，手上流動資金都嚴重不足。一旦父母突發急事需要大額款項，後生一時間根本湊唔出足額現金，就算有心幫扶，都無力即時支援。呢個唔係後生唔孝順，全心怠慢父母，係客觀經濟壓力所限，唔可以強求。
長者唔可以將自身應急救命嘅全部希望完全寄託喺後生有限流動資金之上，自己預先預留3份私房錢傍身，先至係最穩妥、最唔會拖累仔女嘅做法，唔會令後生因為臨時湊錢陷入自家財務危機，亦唔會令自己遇事陷入無盡焦慮無助。一舉兩得，先至係節卦六四爻所講嘅安節亨通之道，陰陽平衡，兩邊都唔會受損。仲有一大類長者心底驚自己偷偷儲私房錢會被仔女指責私心重，時時防住佢哋，所以乾脆主動全數上交退休金，以此證明自己對仔女毫無保留、100%信任。呢種心態係太過在意旁人世俗眼光，被街坊鄰里閒言閒語捆綁頭腦，完全唔識為自身晚年安危長遠着想。3份應急私房錢從來唔係私藏享樂嘅巨額巨款，只係單純應對突發風險嘅緩衝周轉資金，唔會用來買名牌奢侈品、四處長途旅遊揮霍，純粹係保命兜底之用。但凡明事理、懂得體恤父母晚年難處嘅仔女，見到父母每月主動預留少少應急錢，只會體諒父母年老之後潛藏各類風險嘅顧慮，唔會心生不滿，反而會覺得父母識諗有分寸，唔會遇事無端拖累自己小家庭。反而係一啲只看重父母每月穩定退休金，一心想全盤接管所有款項嘅自私仔女，先至會介意父母留應急錢，日日花盡口舌，百般遊說，哄騙長者全數交出存款。呢種仔女心底入面只計算自身小家庭利益，唔會真正設身處地體恤父母晚年潛藏嘅病痛、破財風險。長者更加唔可以輕易將全部經濟命脈交予佢哋，否則等於親手將自己晚年命運交於人哋掌控。好多普通讀者、公園講義、街坊都會誤解節卦節儉嘅真正含義，錯誤覺得儲私房錢就係唔夠節儉，私心過重。實則節儉嘅核心係約束自身多餘享樂慾望，唔係強制取消所有自保儲備。水澤節卦入面嘅堤壩唔係阻礙水流流通，而係調控水流節奏，令流水源源不絕，唔會泛濫成災，唔會乾涸見底。人嘅積蓄就係守護晚年嘅堤壩，3份分開存放嘅應急錢就係堤壩核心承重部分。一旦拆走承重骨架，堤壩一碰即塌，所有退休金流水盡數向外流失。晚年一旦遇上坎卦代表嘅各類險難，即刻冇任何抵禦緩衝能力，只能獨自承受惡果。60歲係人生清晰分水嶺，前半生幾十年光陰，全部係你日日捱苦食養家，為仔女遮風擋雨，承擔成個屋企所有重擔。後半生你應留3分資源守護自己，唔可以前半生付出全部心血積蓄，後半生連最基本自保本錢都唔留。呢種單方面無止境自我付出，唔符合天地陰陽平衡之道，亦違背易經一陰一陽之謂道嘅根本哲理。一味付出毫無自保，係純陽無陰，陰陽失衡必生凶災。一味私藏，分毫唔幫扶後人，係純陰無陽，吝嗇孤寒，亦非正道。唯有適度流傳應急本錢，有餘力再自願幫扶仔女小家庭，陰陽調和平衡，先至係九五爻金節吉象。日後遇事自有親情相助，自身亦有充足周轉底氣，兩邊兩全其美，唔會出現一邊透支一邊冷漠嘅尷尬局面。再細數全盤上交退休金，唔預留3份應急私房錢帶來嘅一連串連鎖惡果，每一樣都足以摧毀花甲長者晚年安穩生活。樁樁件件都係無數長者親身印證嘅真實教訓。
第一重惡果，遇事即刻陷入極致恐慌焦慮，一旦突發病痛、意外破財、銀行戶口、手袋入面零流動資金，打電話聯絡仔女未必即時接通，就算順利聯絡到，線上轉賬、線下湊錢都需要大量等待時間。呢段煎熬等待期，長者要獨自承受病痛折磨、危機帶來嘅巨大精神壓力，心慌意亂，坐立難安，日夜失眠，無法入睡，血壓、血糖持續飆升，無形之中加重原有身體損耗，小小病痛硬生生拖成無法根治嘅大病。第二重惡果，徹底喪失晚年做人體面，一把年紀活到60開外，為區幾千蚊醫藥費、屋企維修錢，次次都要放低身段，開口向仔女索取，每一筆使錢都要詳盡解釋前因後果，出示消費單據，稍有唔合仔女心意，就要被數落平日唔識慳錢，無端浪費，數十年為人父母嘅尊嚴盡數盡失。第三重惡果，持續激化長久親子矛盾，仔女長期全權接管，全數退休金，慢慢形成思維定式，默認父母所有穩定收入理應歸自己小家庭支配。一旦長者偶然開口要錢應急，仔女內心即刻生出抵觸情緒，覺得父母無端打亂自家月度財務計劃，日積月累，心底生出嫌隙，昔日溫情脈脈嘅親情慢慢淡薄疏遠，見面只剩銀錢，相關嘅爭執。第四重惡果，陷入長年自我壓抑情緒，長者平日樣樣開支慳到盡，唔敢買新鮮蔬果補充營養，唔敢及時就醫處理小病，唔敢更換破損不安全嘅生活用品，長期活在自我苛待嘅苦節狀態，心境日日鬱結壓抑，極易滋生抑鬱、慢性焦慮情緒，無形之中折損自身壽命。第五重惡果，徹底失去晚年生活自主選擇權，想去公立以外嘅私家診所及時診治，想請鐘點工減輕繁重家務負擔，想添置便利長者起居嘅輔助器具，想搭車去探望遠方老友，全部唔可以自主決定，一舉一動都要睇仔女意願同面色。晚年生活完全失去獨立自主權，淪為依附仔女先至能夠生存嘅附屬，而非自在獨立有自己生活節奏嘅長者。以上所有層層遞進嘅惡果，全部源自獨意夫、淺片面、斷章取義，錯把傷身嘅苦節當作修身正道，完全唔識分辨安節、今節、苦節三者吉凶邊界。人到60，細讀節卦，首要讀懂卦象底層核心自保二字。真正嘅節制，永遠先保存自身安穩，有餘力再談幫扶後人。自身根基不穩，再無私、再偉大嘅奉獻，都係空中樓閣，稍有風吹草動，即刻崩塌，半點支撐都冇。好多坊間走江湖講義之人，為咗迎合世俗孝順、老奉觀念，只一味教人慳錢、無私奉獻，刻意選擇性忽略上六游苦節精凶嘅嚴厲警示，誤導一班步入花甲之年嘅長者，誤以為掏空自己所有積蓄係高尚美德，實則間接害咗無數老人家，令佢哋晚年陷入無錢應急、萬分焦慮嘅絕境。街頭巷尾、長者中心每日上演嘅無數真實個案，都清晰印證呢套片面解讀嘅巨大害處，值得所有即將踏入60歲、手握穩定退休金嘅長者引以為戒，唔好重蹈覆轍。好多長者看完道理之後會發問：三份應急私房錢應該點樣分配？點樣按月積存，先至完全貼合節卦安節中庸之道？其實唔需要硬性規定巨額固定數額，只需要牢牢遵循節度平衡、陰陽調和嘅核心原則。每月退休金一到帳，
第一時間先劃出3筆獨立款項，分開3張銀行卡、3本儲蓄寶存放，絕對唔好同日常補貼仔女嘅開支混埋同一戶口。第一筆醫療應急錢佔每月退休金2成，專門存入獨立儲蓄寶，非急症、病痛、住院需求絕對唔能動用，逐年慢慢累積，專門應對住院手術、長期慢性病高額藥費、定期專科深度檢查。第二筆屋居維修應急錢佔每月退休金1/5，存放另一張儲蓄卡，只喺屋企設施損毀、大額水電帳單到期，需要購置長者護理器具之時先至動用。第三筆人情意外周轉錢佔每月退休金1成，存放活期現金戶口，應對突發親友、紅白事、小額意外破財、臨時短途出行周轉，剩餘5/5嘅退休金，再自願交俾仔女打理，適度補貼仔女小家庭日常開支。呢種分配存錢方式，先至係真正符合卦理嘅安節之道，有穩固自保、儲備打底，亦有體恤仔女生活壓力、主動幫扶後人嘅心意，唔係全盤掏空自己成全他人，亦唔係一分一毫都唔願意出手幫扶，恰到好處拿捏人情與自保嘅分寸，陰陽平衡，完美契合。節卦水澤相濟嘅象理，澤有專屬蓄水自保之地，流水亦有向外流通、接濟後人之路，兩者互不衝突，長久亨通無憂。反觀一啲固執己見嘅長者，一分一毫儲備都唔願意留，100%退休金全數上交仔女，等於親手將澤地專屬蓄水空間完全填平，所有流水盡數向外流去仔女小家庭，自身澤地徹底乾涸。一旦天降大雨，對應人生突發急難，完全冇任何蓄水緩衝空間，即刻受災受難，正對應九二游不出門庭之空，困守無私奉獻嘅執念，唔肯為自己留出門周轉應對險難嘅餘地，災禍臨門無路可退，唯有獨自承受無邊無盡嘅焦慮煎熬。香港通脹年年持續上漲，各類民生物價日日攀升，銀紙實際購買力逐年縮水。就算仔女好心將退休金存入銀行定期，微薄利息亦難以抵消通脹帶來嘅財富損耗。更何況絕大多數後生拿到父母退休金之後，唔會老老實實全數做長期定期儲蓄，多數直接挪用於日常供樓、細佬、補習、消費、短期投資、投機、定期存款，隨時會被全額挪用清空。長者真正急需用錢應急之時，定期戶口早已空空如也，分文都提取唔出。呢種情況喺香港無數家庭比比皆是。好多長者當初100%信任仔女，以為對方會幫自己妥善儲錢養老，到頭來需要用錢救命，先至發現戶口空空，退休金早已被後生日常挪用，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內心恐慌焦慮足以摧毀身心，長期失眠、血壓失控，誘發各類嚴重慢性疾病，得不償失。仲有一啲仔女拿到父母全數退休金之後，心態會隨時間慢慢發生翻天覆地轉變，心底漸漸覺得父母所有每月收入理所當然歸自己支配，逢年過節嘅主動慰問、上門探望次數逐年大幅減少。若果父母唔主動開口要錢，仲會偶爾假意噓寒問暖，一旦開口索取應急款項，即刻面色轉變，言語之間諸多抱怨指責，令長者心寒透頂。當初數十年全盤上交退休金嘅無私付出，換唔來對等嘅體恤關懷，淨係得一肚子無法傾訴嘅委屈。呢種巨大心理落差，根源就係長者過早主動放棄自身經濟主動權。人只要手上持有獨立可自由支配嘅應急銀紙，先至唔會喺親情相處入面
長期處於被動低位，唔會凡事都要睇後人面色做人。呢個唔係教長者同仔女斤斤計較銀紙得失，而係節掛千百年流傳落嚟嘅自保分寸智慧。人與人之間相處有清晰分寸底線，先至有長久和睦嘅親情。毫無底線、無止境嘅付出，只會滋生對方理所當然嘅索取心態，純粹親情慢慢變質，參雜無數銀錢算計，最後兩敗俱傷。60歲係人生下半場正式起點，唔應該再將所有精力、畢生積蓄毫無保留全部投放喺仔女身上。前半生幾十年日夜捱倍口食，湊大仔女，供佢哋讀書升學，幫手成家置業，早已盡晒為人父母全部本分。後半生理應主動留3份資源，守護自己晚年安穩。3份應急私房錢就係呢3份最實在嘅自保底氣，唔需要數額龐大，卻可以喺突發急事臨門之時，免去四處求人、無錢周轉嘅巨大精神焦慮，唔會好似陳伯、李婆婆一樣，遇事獨自恐慌無助、束手無策，日日以淚洗面。研讀易經絕對唔可以死讀書，斷章取義，唔可以單單睇到一個節字就一味苛待壓榨自己，必須通讀乾卦六爻，完整釋義，清晰分清吉凶邊界，知安節之亨通，避苦節之大凶。明白節制嘅核心係平衡有度、進退有據，而非單方面自我壓榨、掏空自身、成全他人。水澤節，水流入澤中，澤能夠容納流水而唔會輕易外泄。堤壩限制水流速度而唔會徹底堵死流通。堤壩就係自身預留嘅應急積蓄。廣闊澤地對應自身晚年完整生活，流水對應每月準時到賬嘅退休金。堤壩特意預留細小缺口供水，留適度接濟後人，同時保留主題，守住自身蓄水自保底線，先至可以長久安穩無虞。若果一時糊塗，將堤壩全部拆毀，所有流水盡數流向外人之地，自身澤地徹底乾涸。一旦狂風暴雨代表嘅人生急難來襲，冇半分蓄水緩衝抵擋災禍，必然身受重創。呢個簡單直白嘅卦象道理，放喺60歲長者退休金保管一事上，完全嚴絲合縫契合。但凡讀懂呢層底層象理，都唔會再做出全數上交退休金，唔預留3份應急私房錢嘅糊塗決定。唔會等到突發急事，袋入面分文無有之時，先至滿心悔恨、焦慮難安，日日陷入無盡自責。香港18區無數花甲長者嘅親身經歷，都係活生生嘅節卦反面教材。一心恪守片面膚淺嘅節儉解讀，全盤交出唯一養老經濟命脈，錯認傷身苦節係修身善道。最終落得遇事身無分文，獨自承受恐慌無助嘅淒慘下場。呢一樁樁一件件血淚教訓，值得所有即將退休已經踏入60歲門檻嘅長者牢牢銘記於心。守節之道必先自保，有餘力再幫扶後人。每月預留3份應急私房錢，從來唔係私心作祟。係易經64卦第60卦節卦，古聖人授予世間普通人最實在、最落地嘅晚年自保生存智慧。一旦捨棄呢層平衡智慧，一味掏空自身，毫無底線討好仔女，終究逃不過上六爻苦節精凶嘅既定結局。等到禍事真正臨門，再多嘆息，再多悔恨，再多日夜難眠嘅焦慮，都無法挽回眼前窘迫無助嘅局面，唯有提早讀懂節卦安節中庸之道，每月預留3份應急私房錢傍身，先至可以安安穩穩走完人生下半場。病痛急事臨頭之時，唔使求人，唔使恐慌，自有底氣化解所有風險。
晚年先至真正享受到自在無憂嘅安樂光景，唔會被區區銀紙困住手腳，折磨心神。好多人總係以為三份應急私房錢只係應對大病大災先至有用，平日平平安安存住一筆閒錢喺戶口入面，純粹係浪費，不如全數交俾仔女周轉，幫佢哋減輕生活負擔。呢種短視諗法，恰恰係無數長者踩入苦節陷阱嘅根源。香港嘅生活從來冇絕對嘅風平浪靜，意外從來唔會提前打招呼，唔會揀良辰吉日先至降臨。好多看似微不足道嘅小事，一旦手上冇周轉銀紙，都可以將花甲長者逼入崩潰焦慮嘅境地。唔一定係要入急症室做大手術先至算急事，日常瑣碎突發開銷一樣足以令一無所有嘅長者坐立難安。譬如屋企冷氣機突然燒壞，夏日高溫30幾度，長者心肺唔耐高溫，冇冷氣好容易中暑，誘發心臟病。維修師傅上門報價4、5千蚊，一分唔少要即時俾訂金先至買零件更換。又或者家中老人症，八達通、銀行提款卡一齊遺失，補辦證件、凍結戶口、重新申領各類福利，期間搭車買台全部要用現金，如果身上幾百蚊零用都冇，連出門辦事都做唔到。再或者遠房親戚突發意外需要即刻落區探望，交通費、水果慰問品、小額慰問金加埋千幾蚊，次次開口問仔女攞，次次都要解釋前因後果，仔女忙到頭都暈，隨口一句點解又要使錢，長者內心即刻五味雜陳，委屈同焦慮一齊湧上心頭。呢啲唔算天大災難，只係尋常突發瑣事，但對於一分積蓄都唔留，退休金全數上交嘅長者而言，每一次都係一次煎熬，每一次開口求助都係磨蝕自身尊嚴嘅過程。日積月累，心底嘅壓抑同恐懼只會越積越深。日日驚有突發事件發生，日日驚自己冇錢應對，活喺長久嘅精神內耗之中。呢種無形嘅折磨、病痛仲要傷人。仲有一啲長者太過心軟，總係諗住仔女湊孫，壓力大，供樓壓身，自己捱多啲，蝕多啲，抵冇所謂，覺得自己一世人都捱慣咗苦，晚年再慳多幾年，等到百年歸老，所有積蓄最終都係留俾仔女，早交遲交都一樣，何苦自己費事記帳存錢？呢種諗法係將身後分配同生前自保混為一談，完全分唔清兩者嘅界限。節卦講安節係在世之時守住自身安穩，唔係預知身後所有資源，換後人一時輕鬆，犧牲自己當下所有退路。天地之道，先顧自身，再及他人。樹木先要固本，先至可以枝葉繁茂；人先要守住自身生存緩衝，先至有餘力幫扶後輩。連自身根基都拆走，再談無私奉獻，都只係空中樓閣，一遇風浪即刻崩塌。好多街坊仲會混淆幫扶仔女同掏空自己兩件事，覺得只要有心幫仔女，就必須將全部退休金交出，少交一分就係唔夠疼仔女，唔識做父母。其實真正嘅疼惜唔係無底線掏空自己，令自己遇事求助無門，反而係留足3份應急私房錢，唔會因為突發急事拖累仔女，減少仔女額外經濟負擔。呢種先自保後幫扶嘅做法，先至係長遠懂事嘅體恤。若果長者手上有儲備，小病小痛、屋企維修、人情往來，全部自己處理，唔會次次有事倒仔，仔女出錢出力，仔女唔使額外騰挪資金，唔使放下手頭工作趕返屋企湊錢，小家庭嘅財務計劃唔會被無端打亂，父子母女之間亦唔會因為銀錢生出爭執，親情
反而更加和睦順遂。反之，退休金全數上交，長者一旦出事，所有經濟壓力即刻轉嫁俾仔女。後生本身上有工，樓下有細路，額外多出一筆大額緊急開支，好容易心生煩躁埋怨。原本溫和嘅親情，都會因為突如其來嘅銀錢缺口生出隔閡。到頭來，父母付出全部積蓄，換唔來體諒，只換得抱怨，得不償失。好多獨異之人一味空談大義，教人無私奉獻，卻忽略咗節卦當中自保先於私語嘅底層邏輯。古聖人創節卦，初衷係教人避險安生，唔係教人自我犧牲。水澤節，澤為我，水為財，堤壩為節制分寸。堤壩嘅作用，首先係護住澤地唔會乾涸，其次先至疏導流水向外流通，順序絕對唔可以顛倒。如果將堤壩拆毀，只求流水全部流出，澤地乾涸枯死，就算流水再多，都同自身無關。呢就係想六虎節之空象，放到普通人晚年生活入面，自身就係澤地，退休金流水，三分私房錢就係堤壩，先築好堤壩護住自身，剩餘流水再分予仔女，先至係陰陽調和嘅金節。拆毀堤壩，流水盡數流出，自身澤地乾枯就係苦節，必生悔恨凶險。呢層卦理簡單直白，可惜好多長者被世俗老奉觀念蒙蔽雙眼，顛倒先後次序，本末倒置，落得晚年無路可走。再睇通脹持續侵蝕購買力嘅現實，香港物價年年攀升，10幾年前幾千蚊可以應付一次急症，而家單單入院檢查藥費就動輒上萬，再過幾年開支只會更高。退休金金額唔會隨物價同步上調，每年漲幅微乎其微。若果每月退休金全數上交，唔做任何積存，等到幾年後遇上急事，需要嘅銀紙金額只會比而家更高，到時候仔女要湊嘅錢亦會更多，壓力只會倍增。每月少量積存3份應急私房錢，日積月累，可以抵消一部分通脹帶來嘅財富縮水。逐年累積嘅本金，遇到急事可以即時動用，唔使臨時大額湊錢。無論對長者自身定係對仔女小家庭，都係減輕負擔嘅長遠安排，唔係一時嘅私心，而係為成個屋企長遠財務規劃着想。恰恰契合節卦制度節流長遠安穩嘅核心要義。